愛丁堡，一場穿越歷史與故事的旅程。當我第一次踏入 Edinburgh， 感覺就好像走進了一本厚厚的歷史小說。這座城市不只是蘇格蘭的首都，更像是一個把中古世紀文藝氣息、哲學思想以及現代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地方。清晨的石板路帶着微微潮濕的空氣，遠處的鐘聲、街頭藝人的音樂、古老建築上的歲月痕跡，都令人不自覺慢下腳步。在這裏，每一條街道都像藏着一段故事。愛丁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，據說最早的人類聚居地已經出現在火山岩形成的高地之上，後來這裏慢慢發展成為重要的軍事與政治中心。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當然是 Edinburgh Castle， 它建立在死火山岩頂上，高高俯瞰整個城市。古時候這裏不只是皇室居住地，更是戰爭中的重要堡壘。不少人都說愛丁堡是一座會說故事的城市，因為這裏曾經經歷過皇權鬥爭、宗教改革、戰爭、瘟疫，甚至還流傳着不少神秘都市傳說。走進舊城區，你會看到狹窄的小巷、高低起伏的道路，以及帶點灰黑色調的古老洗造建築。那種感覺就像電影中的魔法世界一樣。不少人甚至認為 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's Stone的世界觀靈感也和愛丁堡有着微妙關係，因為作者 J.K. Rowling 曾經在這裏生活與寫作。而愛丁堡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它獨特的建築風格。整個市中心大致分為 Old Town 與 New Town。Old Town 保留了濃厚的中古世紀風格，建築高高窄窄，街道像迷宮一樣，帶着一種神秘感。石牆、尖塔、哥德式窗戶，加上陰天時灰藍色的天空，形成非常有電影感的畫面。而 New Town 則展現出18世紀歐洲啟蒙時代的優雅、整齊對稱的街道、大型窗戶、白色石材外牆以及新古典主義設計，都令人感受到當年城市規劃的精緻與文明。當你由舊城慢慢步行到新城，會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。一邊是中古世紀的神秘與傳說，另一邊則是理性、藝術與現代文明的誕生。提到愛丁堡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影響世界的重要人物 Adam Smith。他被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。Adam Smith 在蘇格蘭啟蒙時代之中是極具代表性的人物。他曾經在愛丁堡生活與交流思想，並寫下影響世界的著作《國富論》。他的核心思想之一是相信市場中的自由競爭可以推動社會進步，而他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理論更成為後世經濟學的重要概念。很多人以為經濟學只是關於金錢，但其實 Adam Smith 更關心的是人如何在社會中生活、合作以及建立文明。在愛丁堡的街頭，你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種思想自由與文化交流的氣息。咖啡店裏有人閱讀，街頭有人表演音樂，博物館與古老建築靜靜地記錄着歷史。這座城市好像一直在提醒人們，真正的文明不只是科技進步，而是思想與文化的累積。而對我來說，這次旅程最深刻的並不只是景點，而是一種慢下來的感覺。當你坐在街邊，看着古老電車經過；當你站在山丘上，看着整座城市被夕陽染成金色；當風吹過古老城牆的時候，你會突然覺得時間好像真的可以停下來。旅行有時候不一定只是打卡，有些地方會令人重新感受生活。愛丁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，它有歷史的厚重感，也有藝術的浪漫感，有中古世紀的神秘，也有現代城市的溫度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它會令人帶着回憶離開。一次快樂的旅程，或許不只是因為去了那裏，而是在那段時間裏，你真正感受到世界的美好。而愛丁堡正正就是一座能讓人留下故事的城市。